过来高雄大厦，这个31岁单亲妈妈嘛是有够离谱，讲伊真有可能是家己走出去佚佗，甲4个月大的查囝囥伫厝内8天，结果查囝是活活来枵死。检察官是认为，这个小女婴的妈妈对行踪交代袂清楚，所以嘛无排除这个妈妈离开厝进前，囡仔就已经死亡。目前这个妈妈已经互收押禁见。店前的主题区即马传出家庭悲剧，一个4个月大的查某婴，敢若叫妈妈活活枵死。这个31岁陈太太巧伫咧中秋节左右出国，伊家囡仔放伫咧厝内，直到23号才甲社会叫讲查某婴已经过身。进销到场了后，发现伤患。今年的5月，脆弱家庭通报，中间后案母请假没有送案主送托，直到23日，案母告诉案主疑似死亡。那个小朋友的妈妈好像生活比较乱了。他第一个小孩子跟第二个小孩子不同爸爸，介绍工作给他是做完工作你到全就走了。根据了解，陈太太是单亲妈妈，有娇饲2个查囝。平常时4个月大的查某婴甲伊带做伙，1岁半的查囝是grand妈伫咧顾。即摆敢若是转去后头厝过节，对亲生骨肉无要甲插，就亲像是袂记你有生这个查某婴共款。认被告犯杀人罪嫌重大，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性，向桥头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。陈太太离家出走，对行踪交代不清楚，即马互押起来禁见。若查某婴当时死去，检警会阁继续调查厘清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